2026年4月25日，民數記第2章，耶和華對摩西和亞倫說：以色列人要各歸自己的旗下，在自己父家的旗號下安營。他們要在會幕四周稍遠的地方安營，在東方向着日出之地，按着隊伍安營的，是猶大營的旗號。猶大人的領袖是亞米拿達的兒子拿順，他的隊伍被數點的共有74600人。在他旁邊安營的是以薩迦支派，以薩迦人的領袖是蘇亞的兒子拿坦業，他的隊伍被數點的共有54400人。又有西布倫支派，西布倫人的領袖是希倫的兒子以利押，他的隊伍被數點的共有57400人。凡是屬猶大營，按着隊伍被數點的共有186,400人。他們要首先出發，在南方按着隊伍是流本營的旗號。流本人的領袖是示丟爾的兒子以利宿，他的隊伍被數點的共有46500人。在他旁邊安營的是西面支派，西面人的領袖是蘇利沙代的兒子史路綿，他的隊伍被數點的共有59300人。又有迦得支派，迦得人的領袖是丟爾的兒子以利亞撒，他的隊伍被數點的共有45650人。凡是屬流本營，按着隊伍被數點的共有151,450人。他們要作第二隊起行。會幕和利未人的營要在眾營中間前行，他們怎樣安營，就怎樣出發前行，各安本位，各歸本旗。在西方按着隊伍是以法蓮營的旗號，以法蓮人的領袖是亞米忽的兒子以利沙瑪，他的隊伍被數點的共有40500人。在他旁邊的是瑪拿西支派，瑪拿西人的領袖是比大叔的兒子迦瑪列，他的隊伍被數點的共有32200人。又有便雅憫支派，便雅憫人的領袖是基多利的兒子亞比旦，他的隊伍被數點的共有35400人。凡是屬以法蓮營，按着隊伍被數點的共有108100人。他們要作第三隊起行。在北方按着隊伍是但營的旗號，但人的領袖是亞米沙代的兒子亞希爾謝，他的隊伍被數點的共有62700人。在他的旁邊安營的是亞設支派，亞設人的領袖是俄蘭的兒子帕結，他的隊伍被數點的共有41500人。又有拿弗他利支派，拿弗他利人的領袖是以南的兒子亞希拉，他的隊伍被數點的共有53400人。凡是屬但營被數點的共有157,600人。他們要隨着自己的旗號最後起行。以上是照着他們的父家被數點的以色列人，所以按着他們的隊伍，在眾營中被數點的共有603550人。只有利未人沒有數點在以色列人中，這是耶和華吩咐摩西的。以色列人就照着耶和華吩咐摩西的一切行了。他們隨着自己的旗號安營，各人按着自己的
宗族和父家喜幸。讀經納致禱文。慈愛的天父，感謝你藉着聖經向我們展露你的心懷。你向我們所懷的美意何等眾多而寶貴，看似完美的事物也有它的限制，而你的命令卻寬廣無限。求你開我的眼睛，讓我看見你話語的奧妙，好使我每天靠着主耶穌基督的恩典，在聖靈的引導下閱讀和思考你的話語，並且一心遵行，以致我更深刻認識你，更虔誠地愛你，更緊緊地跟隨你。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門。